那里是有去台语房上8工。其实我即马就是渐渐有一寡概念，就讲莫去惊吓一寡代志。亲像讲一开始我练台语诶时，我嘛想讲上好是免钱诶，阁会当一直练，两个人拢做有需求。毋过咧，这想法是较天真，就是讲若我要练台语诶话，就是会当甲共款要练台语诶人，共齐讲台语。毋过呢，若讲对方台语诚好，有可能伊需要听到诶是甲伊共款足顺诶台语，啊无就是讲用华语来讲一寡有兴趣诶话题，就渐渐想开。迄当时我是有找一个阿姨，伊退休，退休就较无代志。我迄时阵嘛做惊讲，伊若讲因为伊老爸年岁足大，有岁啊，我嘛惊讲，若讲伊有一天无法度甲我联系，要安怎咧？就是有一种惊失去啥物物件诶即种烦恼。尾仔嘛是讲伫台语房嘛是毋免钱诶。迄时嘛想讲，若这台语房，无法度入去抑是讲替人内底诶人排斥安尼要安怎咧？拢是一种足惊失去啥物诶心情。即马我就颠倒是我家己渐渐离开。台语房嘛有伊诶问题嘛无法度讲一个人讲规篇诶，若爱大家有兴趣，就变成讲可能讲一句两句会当志。若讲要讲规篇诶，除非讲是足精彩诶，安尼就互你讲规篇。我就渐渐就讲家己会用台语来讲日记，嘛讲去上一寡线顶诶课，若毋是线顶诶课就较无方便。阮翁可能较有意见，讲这安怎搁安怎做伤远歹找学找伊诶观念搁较想讲，这学台语就家己去练练诶就好，毋免讲搁搬山过岭，其实嘛无遐远啦。就讲搁爱去上课，这就毋是遐重大诶代志。我就渐渐就是若爱讲，就是家己讲安尼。虽然若无对话会变做讲甲人对话时阵会紧张，就变讲讲诶物件就别人较听无。毋过我想着讲，进前我是较孤僻、较孤单、较袂捌诶人。迄个时我嘛是讲华语嘛，逐家拢讲听无你伫讲啥。嘛是有即种有即种过去。即摆我就想讲，这人其实是一个免去惊吓的。亲像讲，我即摆嘛会惊吓，讲我即摆伫公司安尼食头路有一天发生啥物代志，我无头路好做因为眼前就敢若有即摆的头路这件代志，看会到的就是这，看袂到的当然就想讲伊无存在。就亲像讲，我拄仔学台语的时，嘛是看着眼前讲即个人、迄个人，即个所在、迄个所在。
无讲去毋知影讲未来佫是嫌时间无够尔，也无佫有一寡较较适合我诶方式等等。我即摆嘛听广播电台，嘛愈听愈侪讲有一寡爱听诶，对我有帮助呢。嘛是安尼，强要无时间好听呢，就变做讲，像即摆知影讲，尤其是上尾一工台语放，我嘛袂讲要安怎惨啊！以后我无所在好练台语啊。若讲有即个心的话，就毋惊讲即个所在，即个所在结束啦。其实毋免惊，就若亲像讲，我即摆诶头路，一个人若有心要去上班，要去食头路，真正毋免惊讲即个公司带袂牢啊，害啊！一个人若有心讲要去趁食，当然若爱趁诚济啊，有一寡条件的限制，当然这着学找。毋过若真正有即个心，我相信讲，天无绝人的道路，而且这其实是一个，这是一个信念创造世界的一个时代啦。我若讲无即个心，安怎去机会囥伫我面头前，我嘛会去无细哩，就有啥物失甲插，就甲这机会就无缘分。毋过，若是我有即个心，亲像讲学台语的话，有可能讲有人有即个天分，有人安怎搁安怎。我若讲一开始就爱学甲足食力的，毋过若有即个心的话，其实就加练几摆啊。这无啥，咱拢定定想讲，这有啥足严重的？因为咱人的时间啊，咱着看讲短啊100年，上好是咱人类就即摆现主时的社会，拢有一个概念，讲若有人是天才，拢会去学咯即种代志，讲几岁就读硕士、博士，甲共年层的人，逐个拢搁伫咧读啥物国学啊，伊就开始去读大学。咱这社会做学咯即种代志，变讲咱有一个焦虑，亲像讲，咱就希望讲咱少年的时，就有足侪才调，而且嘛有足好的机会，会当亲像讲同学会时，就会去比较，想这逐个拢年岁拢相像嘛。有人趁较济，有人趁较少。有人有厝，有人娶某，有人生囝。咱就会用时间共款的，伫即个地球的时间，完成偌济代志来做一个比较。毋过咧，若咱知影讲，咱的真面目，咱就是伫宇宙一个永远的被消失去的一个生命，一个灵魂来讲，这时间其实是无重要的。为虾米爱有时间这种物件呢？这就可比讲咱来耍游戏共款，就有游戏有时阵会有一寡规则，有这规则就是讲，莫讲你安尼一直讲，一直算你嘛毋知影，你算啊什物程度啊？就用一寡规则，互你感觉讲好算，
感觉讲有一个阶段，就变讲有关一关、两关、三关有即种设计。过来呢，有一关内底有可能限时，也有可能是限你的动作。你行几骹步，若行伤济，行到1000步，当然袂当。这其实就是设计，这设计，只是爱互咱感觉即个游戏有趣味，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开始，有一个结束。无就逐个一算都算啊，你嘛毋知你算啊会为倒位去啊。我相信咱来即个地球嘛是一个游戏尔。毋过即个游戏伊有伊的设计，设计就是讲有人会共时代出生，有人你出生的时阵，有人就强要老到要往生去，嘛有就是这就是一个设计。你搁较好业，搁较有出名，啥物拢会晓。像过达文西啊，搁有啥物搁有啥物迄叫特斯拉你搁较厉害的人，嘛是年岁到了，嘛是爱离开即个地球。这嘛是有伊的道理嘛。亲像讲，你去学校读册，你读到每间拢第一名，足厉害的。读了读到毕业，你嘛是爱离开学校啊。你袂当10档、20档拢伫咧共一个学校，拢一直重复去读即个学校。就是伊一寡设计其实是有伊的意义。毋过呢，咱的头脑当然就想无嘛。就亲像讲学生，伊哪会知影讲你要设计讲读3档、读几档？有诶无诶，这老师阁有分啥物科任的啊、资源教师啊、资源教师啊、正式老师啊、行政的校长、主任、代课的，这拢是有伊的原因。这袂当讲是啥物好，抑是毋好，这无法度用好甲无好去比较。意思就是讲，学生伊袂想遐济，伊有可能讲知影讲这是代课的老师，毋过伊的头壳内袂去想讲，为什物是这学校爱安尼设计咧？有诶无诶？有可能尾仔伊大汉啊，捌代志啊，去走总，去社会走总了后，伊就明白。甚至讲伊会甲教育部诶官员安尼有会记者，伊阁会讲我若要推三台语，我着安怎提议？爱去找倒一个头人，有诶无诶？这是大汉以后才会知影诶代志。咱即马伫咧地球，就像幼婴仔共款，咱嘛是讲。有食，有好困，其实拢是大家为着趁钱，着一直拍拼。这着亲像幼婴仔，有食安尼有好困，有会当成长。咱袂知影讲足侪代志，像时间时间这物件其实是设计出来的。阁有死亡即件代志，嘛是共款。阁有离开、离别，这缘分袂永永远远，就是讲，甲一个人有缘分，毋过拢可能过一阵仔，这缘分就较薄拢有可能。
对咱来讲，啥物是上重要诶？其实上重要诶，就是你认为重要，就是重要。嗯，这就是囡仔啦。其实这一两冬，我颠倒互生长较济，就是这思想方面，就是嘛甲隔壁诶同事，就是会讨论即寡代志。亲像讲，讲到王力宏，王力宏若讲伊对即个伊伫婚姻内底就有出去佚佗，佮对某毋是伊唯一诶恋爱对象。毋过，若王力宏感觉家己安尼是对诶，因为伊诶道德，伊道德就讲哪有婚姻，哪有安尼甲人绑甲死死。伊若安尼认为伊是对诶，伊就是对诶啊。这就是在人诶社会当然是一个道德诶一个压力嘛这就是互我一个启示。启示是啥？就是讲有时阵伫学台语诶时，就会想讲我哪会不爱去学甲工课上较有关系？无就去学啥物英文啊，较实用啊，而且嘛会当去换啥物公司较有机会啊。嘛会安尼想，毋过即摆我诶想法就是较就是随经验阁有年纪其实就较想法就较知影一寡代志亲像讲嘛会使一直去学英文，会使投资毋过你若无迄个心你讲我要学英文，因为英文有偌好，愈偌好嘛毋是每一个人拢真正英文就写叫逐个拢知影即件代志啊。每一人拢讲英文足重要诶，毋过嘛毋是每一人英文拢学甲写叫啊。你若讲这其实就是真正是在人诶你做啥物代志，你伫遐去花一寡时间，你甲心放伫遐，有人诶心是放伫感情内底甲时间啊，甲啥物思念啊，啥物少年拢放伫感情内底。毋过伊若认为感情是上重要诶，就是上重要诶。我若讲即摆伫学台语啊，嘛看着即个台语课仔嘛诚侪人讲这台语偌重要诶。毋过你若讲离开即个课仔就颠倒就完全就颠倒变啊！诚侪人就讲这个人台语就讲无好，哪会硬要讲？伊就认为讲听有就好啊，你无需要讲去无人讲嘛是自然诶代志嘛，这无差有差就是趁钱即件代志就变讲有人诶世界是无共款诶世界就亲像讲有人去重视讲啥物劳保啊，有限制啊，安怎爱去研究，伊就变做少数诶。伊若甲我讲，我嘛讲爱困，听甲真爱困，我嘛无想要插即件代志。这就是讲，咱人你的心放伫伊倒位，焦点啊，就伫倒位。就是讲，有诶人若讲，听人讲啥物话，伊诶焦点就是讲，这人甲我欺负我足无安全感呢。我足想要做一个袂替人欺负，足坚强做一个足有势力诶人，莫互别人看轻。伊诶焦点就伫即个所在。这就是讲，每一人要安怎定义伊认为重要，伊认为是对是错，
事实上，就是爱照迄个人的看法，就是变讲，咱这社会是有一个主要的一个概念，大家大家公认一个想法，这拢有。啊，毋过咱个人嘛有家己的想法，啊，有个人对错，伊的道德，伊认为的重点，有可能就是甲社会是共款的。啊，毋过，亲像我即摆嘛开始知影讲，会使无共款啦。若讲进前社会就认为讲，上好去做一个主管，伫咧公司就是好好工课，互人训练家己的能力，互大家会学落去。啊，毋过即摆我嘛发现讲，其实拄仔好有缘，隔壁同事会当甲我起时会当牵架，我嘛足珍惜即个缘分的。安尼对我来讲，上重要的是讲，一来公司就做拍拼，安尼做这做迄。我规当真是安尼，就算讲主管无甲我重视，这顶时拢无互我啥物较重要的工课做。我嘛硬去做，毋过我着家己做的，佫无摕出来，着讲我着尽力的。等有一工有人安尼讲需要这物件，我着紧摕出来去表现一下。迄个时，我的焦点拢伫咧遐，上重要的就是想办法互人伫咧工课上甲我肯定。焦点伫咧遐，嘛做拍拼做的。上尾其实是无得到我想要爱的结果。结果就变讲，因为痛苦，我开始去思考，甲我的焦点我关心的重点刷去别位。刷去别位的原因，当然就是伤过痛苦安尼行落去，希望得到较有权势的人，较主流公司较主要头人的肯定，想要互因的眼光，去欣赏我即个辛劳。即种望，其实应该是这社会最主要的思想嘛。毋过为何我做起来遐食力，而且嘛无啥物，即个基卡完全无基卡，佫颠倒变的效果。这毋过虽然是安尼不如意，毋过其实我做无共款的代志。迄时佫有一个查甫的同事，伊嘛是伊本来伫咧公司嘛是足受到重视，毋过尾伊甲顶司就是认为伊伫互顶司欺负，伊就开始做生气的，足无公平的。迄时伊就定定去甲人斗，安尼逐工拢伫咧拍你。虽然伊无亲像讲我会去甲隔壁同事安尼开讲，逐个拢看现，伊是一直拍你。其实变讲逐个拢知影，毋过嘛无啥物嘛较无法度去讲啥，因为伊是较一直拍你嘛，有可能嘛是工课上爱拍足侪字。虽然逐个心内拢知咧。毋过我想讲，其实伊无伫即个课程内底去学着一寡物件。毋过我就是有继续去治疗家己心内这郁卒。我着去写小说，写的小说当然嘛有拄着不如意的代志。毋过我嘛会甲隔壁同事去开讲，
渐渐知影讲，着有一寡代志，就是焦点啊，着囥伫囥伫一项代志，着会集中，就是做集中吼，伫一个所在，是无法度去看着别项，无法度去退一步。有时就是颠倒爱退一步，你若一直靠撞，有可能安尼撞路愈来愈矮，啊，愈来愈怀疑即个人生，怀疑家己。我若退一步，看有别位会当去看，就是去做一寡练习。因为有即个练习了后，我较知影讲，有时阵是焦点的问题。我迄时伫写小说的时，这上重要的，颠倒毋是讲这政治的面册啊，有一寡政治上这是动文战嘛，动文战颠倒无甲心囥伫遐，颠倒是讲，奇怪，我的小说写甲遐精彩，怎会拢无人看？怎会市井的人就一个尔、两个尔？迄时其实就亲像我想要互电视看着我的才调，甲我欣赏，看趁有机会，有法度去发挥。共款啊，就是我的焦点就一直囥伫遐，囥伫遐以后是真痛苦的。我伫等待，毋过无互我回应。这时我要安怎做咧？就是爱甲我的眼光去换别个所在，去看别位。若是我有足侪资源，看着足侪所在，思想嘛有足多元的，知影讲毋是一条路尔。这时我的心肝较会开阔。这真正爱去训练。若讲去听演讲啊，听啥物看册，这看的，这道理拢知，拢想讲家己做会到。毋过真正拄着，就是原来这就是爱训练。虽然我嘛共款伫咧工课上，毋是讲替电视欣赏的，颠倒坐我隔壁的即个同事，即马就是有做组长，有变讲是这未来干部的即个候选人。共款代志是其实甲迄早共款，毋过若我的焦点去煞别位，其实我较想会开呢，毋是迄种无奈，无就是足咸的讲，哎呀，即个每一个主管目睭拢高着喇叭，安怎有诶无诶。当然，迄拢是有主管的原因，就是讲，其实我毋是这块料，这块互讲做干部啊，做电视这种料。毋过，我就想讲，这社会上拢是讲，爱为家己拍算，拍算的方式就是伫工课上表现，搁学足侪工课上会用到的一个知识，拢是安尼教的，应该是安尼较会当生存啊。这就是讲社会认为变做家己的认为，家己就变讲家己想啥拢无重要啊。重要就是对着社会骹步，安尼去行。毋过行
有好有歹，有诶人对社会骹步去行，是做做安怎做会当转正诶。嘛有人就是安怎做奇怪，哪会拢无顺啊，拢扣人嫌啊。这当然是因为家己其实毋是适合即种方式，毋过因为社会上每一人拢是安尼，咱就无法度去看到搁较济原因，搁较济可能，搁较济条线，咱看诶物件会愈来愈会。我即摆嘛是讲第一试看觅，这人生，毋是讲干若工课家庭，其实有其他无共款咧试看觅，就一个游乐园，游乐园其实足济会当耍诶。奇怪，哪会逐个拢伫钱这咖啡杯拢每一项拢钱伫门骹口。那因为咖啡杯即个游乐设施是上，就逐个看现啊，而且拢看会着你伫遐耍，伊伫遐耍，拢看会着。逐个拢活过去，就是毋过其实即个器材有足济当耍诶。逐个毋敢去耍啊，无就是拢无人去耍，足少数诶人去耍。有人想讲我心脏无好，我去耍这惊毋知咯。就变咱诶人生嘛是共款，足济会当去试看觅，会当去耍。毋过咱毋敢离伤远，毋敢离门口，离足济人人群足远诶所在，无即个安全感。我即摆就是伫试看觅，试讲写小说去创作，搁去学台文，去学台语。本也嘛会当用台文来创作。我嘛是有兴趣，就是讲有一寡话讲起来是有即种趣味，即种语境安尼小说嘛会使甲即种物件会当甲伊表现出来。当然即摆若讲用华语来写，我即摆华语是足熟诶，会当写即种语言诶一寡情景会当发挥即种趣味性。毋过台语其实我搁伫咧学毋过我相信有一天我嘛会当试看觅。这时就毋免去想讲这社会上诶观念是啥，这社会上就当然若讲社会拢足注重去装水水。当然若卖化妆品诶人、保养品诶人，就趁较有诶。当然是安尼。毋过咧，这就是社会认为嘛。这就亲像讲，家己感觉好，较是好；家己感觉家己无做毋对，伊就是做毋对。伊若认为伊做诶代志是正确，伊就是正确。像王力宏安尼，若是伊想讲，伊认为讲，就算伫咧婚姻内底，我嘛会使追求我想要追求诶。这其实换一个角度，有人写小说，有人戏剧内底嘛是安尼若今仔主角就认为讲，其实我认为上爱诶人，其实是会当，毋免限制讲即摆结婚我就对即个爱情诶追求，就爱委屈有诶无诶。
若今仔一个戏剧是用甲做主题，用即个题目来做主题，咱若对着主角的骹步，咱就会当理解。这拢是角度的问题，就是这世间无绝对的什物道理啦。这道理就是爱看家己的认同，就变讲家己的重点、家己的焦点到底是啥物，就是爱以家己为主要的一个角度。咱细汉的时阵，就是替互人教，莫伤自私，爱去想着别人。若讲去耍啊，就一个人甲这物仔耍，佚佗物仔一个人咱咧家占条条，安尼袂用一个。这有教育啊，教育咱袂当安尼。毋过呢，咱大汉以后，就变成颠倒爱教育讲，你若认为你是成功，你就是成功，无需要讲偌济人、偌济比例的人讲你成功，你较算成功。需要一个证书，这就可比讲有足侪人去重新学台语文，拢做想要考一张证照共款。这其实就是咱现主时的社会，就是你要安怎证明你台语好，当然就是爱达到啥物方面的有一个社会拢会当认同的一个一个规则，变成安尼，变讲无法度讲，我若认为我台语好，我就是台语好啦。我若认为我做高主持，我就是一个好的主持人。咱即个社会是爱讲，大家拢安尼认为，安尼较有算，无教大家一个观念，就是你认为你是对的，你就是对的。颠倒社会足惊讲有即种人，因为即种人有可能就会变做啥物零送，就是高加路的前男友零送安尼。家己想要安怎就安怎，当无顾虑别人会甲人伤害，也无就是替伊骗的人会足赢的其实咱社会是做撇变讲，咱每一个人拢变成安尼，就亲像讲，咱的想法就是台湾就是一个国家，安尼认为就是认为啊，无需要讲若别人讲毋是，我认为是，这就是啊，这就是一种心灵认为，个人认为，伊就认为伊是真诶，伊就是真诶。咱这社会是无教即种物件，因为社会当然是希望大家拢是好管理的嘛，拢有共识会用一寡规则会当有数字，会当表现出来的较科学的物件较会替互这社会去鼓励亲像讲，这个人讲伊足有钱的伊就需要会当表示，就是伊的财产有偌济会当计算的。若有一个人讲我的心灵足有钱的，若去看伊嘛无做啥物好代啊，嘛无做啥物慈善的代志啊，你要安怎证明呢？这社会就讲这毋通。过其实咱应该阁有这社会
即个客观是一回事，咱的主观内底，咱欠缺就是咱认为家己安怎，其实就安怎，无需要讲全世界人拢认同即件代志。即是嘛是我即马需要去练习的。咱即马敢若有讲，即物件好食，这人就做爱食，安尼就过关啊。因为咱会当理解每一个人的口味是无共的，毋过无法度理解讲，我认为，我是好的，我就是好的啊。我是幸福的，我就是幸福的。我无需要讲，应该是讲成功，也无讲好呀，无需要讲，我的财产甲大家比起来，真正排名，前几名，都无需要甲大家斗阵比。即马我上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拢爱甲大家比较。咱这社会就是安尼啊，你考认证嘛是啊，就大家安尼，叫去一个教室，固定一个时间，就开始共一个题目，开始考。考煞，你这分数偌济，伊偌济，有过关无过关？这都做社会物件。无法度讲，我若今仔会使讲，我着台语诚好，毋免去证明。我认为我好就是好，这社会是无信任的。毋过，这着造成咱的痛苦，因为，变讲，我着开始追求嘛。若讲追求讲，我即摆人生是有意义的。因为大家即摆拢伫讲工课，工课甲牵涉着会当趁偌济，财产佫有钱财是甲生活有关系的，甲一个人生活品质有关系。若讲伫公司带啥物公司，啥物地步，嘛是甲讲有啥物权利，安尼嘛是甲啥物有关系？嘛是甲一个人伫社会地位有关系。就变讲，安怎讲？就是因为做者代志，若讲咱无排角度，敢若有一种角度尔，变大家拢伫抢共一件代志。全世界拢伫抢喙安，全世界拢伫抢疫苗，拢变成安尼。即马就变做无法度用心灵的力量去找着家己的无共款的特色，家己的使命，家己的人生拢无呐。若安尼的话，就变成足竞争的。你讲这工课上好的公司，大家认同的公司，伊搁较厉害，嘛无可能讲全台湾的人拢去迄间公司上班啊。有人好有人歹啊，嘛无算歹啦。有人伫迄公司上班，嘛有搁较济人无伫迄间公司上班啊。就亲像讲，我的阿姊，伊就认为讲，就是爱做老师，安尼较算有保障、有前途，嘛毋是前途，有保障是做好的工课。毋过
搁较好诶工课嘛，无可能全台湾人拢伫做这道。一定有人去做这道，有人做迄道。就是有无共款诶人，无共款诶使命，安尼毋是足正常诶。毋过，毋知影为虾米事，变成讲大家开始比较。你食即种头路是好诶，迄种头路是无路用诶。你这有诶无诶，就是咱诶社会即马就变做安尼。咱要找着快乐、满足，就搁较困难啊，就受着阻碍啊。我认为讲，即马就是爱知影讲，我虽然讲，若讲真正认真来比较，比较其实有人就是会晓做者语言，语言足紧诶，有人即啥物动不动即马动不动就是读册读足好，读足悬，动不动就是会拄着一寡网友，然后趁钱趁甲就是比你搁较济。若讲咱认为讲一个成功诶人爱变做一个快乐诶人，拢是爱变讲是真几命诶人。安尼其实就是逐工拢是甲痛苦做伙。痛苦其实我以前嘛有经验啦，就是我要认真去追求代志。毋过这发现讲，我都毋是讲真几命诶人。这甲台语嘛足像的呢。台语你若毋是讲甲足好诶人，你一开喙逐个拢无啥物爱听。这就讲，即个社会，若讲毋是讲真几命诶人，足成功诶人，有可能逐个就无啥物兴趣。毋是讲这社会有成就诶人，逐个就开始伊诶话凊彩听听诶。其实这拢是我拄着诶，我家己嘛，因为别人安尼对待我嘛是安尼对待别人诶。我无去发现讲，爱放过家己，就会放过别人，就会就算毋是上好诶，拢感觉诚好。正经就是讲要去追求这工课上做一个主管，无就是先做一个未来主管，做一个组长，就是爱比讲斗阵入去诶人，结果有人发展较好，有人伫公司发展就较无好，拢希望家己是上好诶，这真几命诶人。这就是这种思想变做以早读册时阵是这种思想，变讲工课上是共款诶思想，就变甲读册真几命变做工课上讨主管欣赏。若去写小说，就变成讲市占诶人上济前3名。过来若学台语，就开始可能就是想讲，伊是B2诶人，伊是B1诶人。伊这台语讲甲足好诶，拢无啥物，拢足顺诶。逐家心内拢有一个标准。但是即个标准呢，是造成咱人痛苦诶来源。因为毋是每一项拢会当前3名，因为前3名就是3个人尔。安怎排？有可能就是排到最后壁。若是讲今仔逐个伫遐排队，逐个伫遐竞争，
我摕着甲即种想法拢放袂记，就想讲，我认为家己是，我认为家己诚好，就是好。啊，我若就算是前三名，我家己认为家己搁做无够好，啊，我就是无够好。这就是甲家己的想法有关系。我就是，若安尼想，我较有法度去放下。亲像讲最近就看上课上台文课，老师去学老，毋过学老的对象内底无我就会开始就讲，早知影着安怎安怎，我做惊，我交的作业比别人搁较歹。这就是共款的思想，互我痛苦啊！我无法度放下，无法度放下，就是我一直用共款的思想来看每一项代志。我当然无法度放下，我需要别人的肯定，需要家己是真表现是真几名的好，然后永远拢有一种共同的标准伫遐比较。我需要改变，我需要甲即种思想甲伊转变。希望讲有一天会当豆豆来，毋过就摸好清楚家己痛苦的来源是啥货。安尼，就是为互家己放互松吼。虽然讲上班嘛是有一种紧张，讲别人会安怎甲我想啊？别人会想讲这人拢无代志做，是毋是？其实是会安尼。若甲隔壁讲话嘛是会惊，讲有人会安尼，有意见，安尼会互我的工课是无安全感呢。当然我的安全感无够，毋过这拢会当豆豆去改善，豆豆去加强。我需要的，就是我的方向是对的，毋是讲为这痛苦的方向，愈陷伫内底。就是，像讲若我今仔的想法是讲，有啥物人会当理解我这个人？有啥物人会目睭闭足紧会甲我欣赏？即种依赖别人当然就是会愈来愈痛苦。我即摆就知影讲，啥物是会使人痛苦，啥物是使人会开阔。啥物安怎的思想会互家己渐渐有安全感，会当加强。毋是讲今仔趁足侪钱，中乐透，较有法度培养安全感。其实毋是安尼，安全感就是家己有即个观念去培养。有安全感以后，一箍嘛有安全感。无安全感的话，就算有1000万，拢共款无安全感。就是安尼。